喺年初停播過3個月，而家雖然仲係無牌經營，但係就回復返1個星期5晚，每晚1個鐘頭嘅廣播。我依家播緊嗰首係自由花，咁就我駁咗落去呢部機，咁發射出去，天線喺樓頂啊！咁我諗我覆蓋喺東九龍部分地方，港島東嘅部分地方，同埋將軍澳、西貢都會收得幾好。就係呢啲咁嘅問題。個節目會唔會有一定嘅受眾呢？呢樣嘢我哋唔太擔心。我哋有一啲嘢表現到出嚟，就係話我哋獨有嘅一啲嘢，譬如係發生一啲事情嗰陣時，我哋有同整個社會或者其他媒體完全唔同嘅一啲見解。咁出咗嚟反而我覺得呢方面留意我哋呢方面嘅聽眾咧，就會其實係會真係會長時間咁追住我哋嚟聽。潘達強，花名恩仔，3年前開始已經喺民間電台做義工，收工一得閒就會去幫手開咪做主持。佢相信言論空間係要靠自己爭取。如果你想有個理想或者你有個目的嘅，你唔可以坐喺度等個目的喺個天度跌落嚟噶嘛。咁你如果想見到香港係要有言論自由嘅，咁你個個都喺度齋噏完之後，咁點咧？最多我哋啲代表我哋嘅議員就遺憾個政府，咁遺憾完又點樣？遺憾完你又係冇，咁你冇辦法。你作為一個小市民，你當係一個點講啊爛頭卒咯，即係你有隻爛頭卒行出嚟嘅。你做咗一啲嘢，即係點講啊？你起碼反映到社會嗰個有需要嘅另外一面咯。其他電台你試下用翻咁，俾翻你咁長嘅時間去表達你嘅意見咧？你保釣目的就真係保衞國土啫。當然我話呢個國土我保衞，嗰個國土就我又唔想理啦。我諗你都好清楚，其實保釣人道委員會個背景就係話好多主要骨幹嘅人士，佢連回鄉證都冇。即係譬如話，如果香港嘅電台傳媒係可以做到百花齊放嘅話，基本上我唔需要做呢個行為去捍衛翻我自己嘅權利。其實如果你俾我選擇，我寧願做一個聆聽者嘅。刺激我自己嘅思考啫嘛，唔需要我講我嘅見解出嚟。即係我哋啲老人家咧教我哋咧，是非皆因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啦。終於就搞成咁嘅後果啦。咁但係你有陣時你諗翻轉頭，即係如果個個都係本住呢啲態度，國家自掃門前雪嘅，去到最後尾你咪好似神前吉咁，俾人陰下咪陰乾。2005年，電台名嘴相繼封咪，社會一度憂慮言論空間會因為咁樣收窄。阿牛曾建成於是發起成立民間電台，吸引咗一班同道中人。05年其實係喺回歸之後呢段時間一直都係慢慢咁喺度收窄緊咯，唔係一下子變咗，又慢慢收窄嘅。我哋覺得係喺某一個領域上邊，其實係我哋係冇咗一個空間喺度。咁當時認為就有必要去做呢樣嘢，有申請，但係其實係政府嗰種態度，一開始就冇考慮過要批牌俾你，亦都講明係完全冇咁嘅點講啊？喺嗰個頻帶裏邊冇咁嘅空間批得到俾我哋。根據電訊管理局提供嘅資料，覆蓋香港嘅 FM 廣播頻道由88至108兆赫。按照國際慣例，當中頻率要同鄰近嘅廣東同埋澳門共用。由於香港地少山多，為咗避免互相干擾同影響航空同緊急通訊，3個持牌電台提供嘅7條 FM 頻道要經唔同嘅發射站發射出去，而且每條頻道至少要相隔0.3兆赫。民間電台試播嘅時候，新城電台曾經話佢哋佔用頻道，而開台3年嚟，直到今年8月，民間電台先至第一次收到投訴，指電台嘅信號干擾到民航處嘅通訊。過去政府以頻道不足拒絕再發 FM 廣播牌照，反而建議民間電台轉為申請 AM 廣播。其實我哋係用
譬如個發射功率啊嗰啲係用到最低嘅一啲數字嚟嘅，即係我諗真係要做一個公民抗命咁嚟計咧，我哋係用一個最小型、最輕量嘅一個象徵式嘅一啲抗爭嚟嘅，去突顯咗呢個發牌制度嘅問題啊嘛。但係我唔係想去對任何人作出一啲滋擾。